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。在他乡伊也思念，对你百般关怀，情深深对你的爱，不免我讲你也知。有你对阮真情对待，温暖在心内。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。谢谢蔡清妍、陈月琴。我们接下来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哇，无想到，到讲咱那些一家人呢，擂台赛呢一开战就遐尼精彩啊！是啊。哦，我真正错一个，咱的青岩大甲迄个郭金子啊吼。哎，老师好。哦，恁这条我就有感觉呢，谢谢。拄则在咧讲什么掠骹掠手掠甲人准，敢若你咧驶游览车要过山路安尼吼。啊！你7月8月啊，越过迄个哦，迄个爽度安尼，完全扫过，拢对边安尼扫甲安尼水安尼哦。尤其是后壁恁咧迄布鲁斯迄手佫牵起来安尼哦，两个哦，迄有够有感觉的。啊，知影讲是恁是翁仔某的关系，所以讲即两个人唱歌的感情哦，迄个化学变化有无？哦，迄着互人一个起鸡窝皮起来安尼，足好听的，非常的赞。反正呢。既然题目叫一家人哦，没有给我一家人的感觉，我都会扣分呐，啊，然后尤其在这个舞台上啊，唱这个歌的时候，给我一些罐头式的那种表演哦，我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啊。我先讲一下蔡清妍、陈月琴啊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唱歌哦，就像那个你老公这一套西装一样，只是长期没来往，重要时刻就把它端出来，然后一鸣惊人。就是这种感觉啊，就是可见哦，他平常陪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他都有认真在听你唱歌。对，所以他才拍子可以抓那么稳，才知道你唱到什么程度，他可以接上去。默契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讲实话，他才是高手。哦。